多安总统将于11月24日至25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经济和贸易合作常务委员会第37次部长会议发出视频信息。埃尔多安总统提到，我们非常敏感地关切东突厥散地区的维吾尔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情况。他还表示，他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对这个问题采取敏感的态度。中国对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船只以航行自由为炫耀武力，企图在地区制造紧张局面。美国海军太平洋第7舰队在声明中表示，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11月23日在国际水域实施了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阿联酋将拨款100亿美元在土耳其投资。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邀请，阿布扎比王子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对土耳其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环球时报周三发文称，中国可能会释放石油储备作为服务来帮助美国应对油价飙升和通胀担忧，但美国必须回以服务，真诚寻求改善中美合作环境。白宫此前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从战略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石油，以降低石油价格。随着中国用户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炫富视频，中国流行的生活方式平台已在其网站上禁止此类视频。此举是在中国最高网络空间监管机构5月份敦促社交媒体平台禁止可能损害年轻用户发展的炫富、奢侈和享乐之际做出。一艘试图从法国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偷渡船只在法国北部加莱港外海失事沉没，至少造成27名移民溺水身亡。据法国内政部发表声明指出，移民从法国加莱以东敦刻尔克起航，在一名渔民发出警报后，巡逻船在水中发现了尸体和昏迷的人们。被中国关押在集中营一段时间的退休维吾尔公务员果尔巴哈尔哈提瓦吉描述了集中营中的悲剧。没有警察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去洗手间。他们每年给女性注射2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针。被迫在营地任教的凯比努尔斯蒂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所看到和经历的。在维吾尔人彻底消失之前，土耳其必须伸出援助之手。